东番记》是一本记载17世纪初台湾地理甲台湾原住民族的人事杂记，为明朝入省丹地伫西元1603年所写，是现存较早期汉人对台湾地形、港口、贸易和风俗记录的文献。咱即马就来听董教授讲《东番记》。《东番记》10字之一。山做义乐，飘飘疏疏，千碧为裙。人经用标，标脚柄铁足，中五七有志，相心出入黑自水，气乐乐白。气候好白，东番记10字之一，拍落台文翻译。山里的环境，介适合鹿啊、水鹿啊、花鹿啊、强啊、山强啊生长的场所。时常有上百、上千的鹿仔群伫外口在找食。东番人熬使用标器，标器的柄是用竹仔做的。标器的箭头是用铁仔做的，竹仔的柄、铁仔的箭头，长度大约有5尺通啊，看起来真耐。东番人出入身上炸长标，这款标器鹿仔射着鹿仔死，虎射着虎死。以上内容是由董方正教授主讲，多谢收听。